闹热大擂台年30贴片节目内容十分的精彩，并邀请到之前到闹热大擂台比赛当中表现当好的擂台组来到大家拜年，还佫带来好听的客家流行歌曲、老传统歌曲，还有哦！平常到节目当中都难得开口唱歌的评审先生，没有当精彩的表演。听众要记得2月初9拜六下午5点半，请准时收看闹热大擂台，闹热冲下来。